哦，这块地啊，这块地跟左右边的那个稻田比都比较高啊。还有可能填土过了，说还有挖过井呢。哦，要卖种，适合于种水果。这块地啊，比左右边的稻田都还要高，适合于种水果。你看那个广告牌是新营，好像是新营房屋中介，在这里在后壁新港东，北边，前方那个叫南山市。哦，你看，这块地要卖了，新营房屋中介的。前面那个中山高门哦，前方那边新营休息站，你看，这适合种水果。